根据在国防部的统计，咱国军的兵宪比受被挖8成左右，其中在志愿役的呢是占76%，9，做一档义务役的是占2.3%。预计到年底的时阵，这兵宪比是会当来到80%。另外，咱的国军伫宜兰救灾的过程当中呢，有去告歹到民众的车辆，国立表示讲会依法提出补偿。 这边红风台来宜兰做大水，验过国军的 AAV7两车独桥车伫咧救灾时阵，无顺利甲2台民众的车底歹去。行政院长杜英泰勘灾时阵讲，伊甲国防部长郭立雄一个人赔一台，调亚立委讲感谢部长。部长，那个赔车子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院长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救灾的官兵，官兵不要负担了，这好。那院长赔一台，部长赔一台，哈，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发展，好，恭喜啊！郭立雄讲会依照法令做适当的补赔偿，维护官兵承担责任。除了体谅基层的辛苦，也讲到国军兵宪比无够的问题。根据国防部报告，全军兵宪比79.2%，其中志愿役76.9%，一年级的义务役2.3%。有认为这个若照美军的标准是资源不够。其实我们不到80%，其实是落在他们的标准的 C3。这一个评估当然是因为以战时，那我们战时的时候。 就会来实行编实跟扩编动员，特别是常备部队，我们就要到达满编的状态来去进行这个战时的这个任务的遂行。今年的3月76.9%的提升2.3%，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些错误的引导？之前采取人性化的管理、留营等等所有的措施之后，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志愿役人力成长了2325，到年底还有1000余员可以进来，我们审慎乐观的评估。除了增加兵力，在国防预算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公开反对，将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5%。12 AIT 台北处长郭立言就甲郑丽文见面。 外界认为是要关心郑丽文对增加国防预算的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让这个航空预算的增加看起来就是一个数字，都是基于敌情的威胁程度，基于的防卫作战能力的这个需要。郭立雄希望部分调野拢会当全力支持，慢慢适度增加国防预算，才当结合友邦国家，用实力得到和平。记者综合报道。